博彩監察暨協調局表示，已經對本澳居民中空保嘅事件展開調查，暫時未知幾時會有結果，但會盡快完成調查並且對外公佈。鄧曉欣報導。博監局話暫時未接獲有關博彩公司就事件提交報告。一名本澳女子喺今個月15號凌晨喺威尼斯人娛樂場玩推廣活動角子機嗰陣，贏取105萬蚊彩金，但獲派彩之前，賭場以員工家屬唔可以領取推廣活動大獎為由，拒絕派出獎金。女事主致電博監局投訴，而立法議員梁安琪就認為公司嘅章程應該寫得清清楚楚。咁呢樣嘢咧，最緊要公司嗰個章程咧，你寫得清清楚楚咧，同埋你有咁嘅付出就有咁嘅義務。個公司有個公司嘅做法，有佢嘅章程，有佢嘅規定，好難講，可能賣廣告都唔明。幾好啊，都唔使俾稿，又大把報紙寫啦。梁安琪又認為，本澳現時嘅博彩法律未有規範對賭場員工家屬賭博同賭公司喺呢方面嘅規範，因此應該加強相關規範，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澳門電視台記者鄧曉欣報導。